那这个雅阁21年的6万多公里，你看它的节气门啊，6.35已经很脏了，正常值不会超过4，看到没啊？不会超过4，等于是使完节气门最多也是1.4、1.7这样子，而且同时它刹一阶动力啊，等于是出个體驗感給你們。你咩石化都冇用，嗱個黑掹掹嘢，嗱這麼髒呢？另外一邊是乾淨的，這個肯定的。你唔係運動，但係調檔係感覺到嘅，同原先係差。是啊，加咁樣中段加速有咩感覺啊？知啊，最初嗰種感覺嚟啦，實聲。好快上咯，120啊，123啊，好快上嘅，你試下啦，上123超咗佢啊，啲嘢超咗。爽好多，真係爽好多，真係值得擁有。你加個你油門，加個油門你問度咧就即係一撳佢就響應到咯。一掂佢啊，自己感覺到有係真係有推背喎嗰種感覺。呢啲啊有少少濕水灑水車過啊，你千祈唔好大腳啊！打滑㗎喎，打滑㗎真係打滑㗎，你一腳撳落去打滑啊呢隻。你又可以試下加速啊！